相信大家對政府注重北部都會區嘅發展都唔陌生。作為香港第100個地鐵站，古洞站由原本嘅傳統鄉郊形態轉變成一個集商業、住宅以及創科於一身嘅新市鎮。以下我即將會同未來發展、交通板塊以及3大發展商等一同你哋逐步拆解。古洞站唔單止多咗個地鐵站咁簡單，佢仲有可能會成為香港未來10年變化最大嘅區域之一。古洞位於上水以及落馬洲站之間，向北一站可以到達落馬洲口岸，連接深圳福田；向南經東鐵線亦都可以到達沙田、九龍塘、會展、金鐘等核心商務區。而未來古洞站即將成為雙線站點，成為北環線嘅支線起點，4站需時12分鐘即可到達錦上路站。整個北部都會區將會劃分成為4個核心板塊，最西面新界西嘅板塊會主要負責現代物流、高端專業服務、跨境貿易，而新田科技城板塊將會負責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以及高端製造產業。古洞所在嘅位置正係連接新田科技城以及上水粉嶺商務區嘅重要節點。再往東面沙頭角、印洲塘一帶就係生態旅遊發展帶，4大板塊互相配合，共同構成未來香港最重要嘅增長引擎。而樓宇方面，新鴻基、恒基兆業以及會德豐3大龍頭發展商早已率先佈局古洞站嘅片區。第一個開盤係會德豐旗下嘅 Park Silicon， 共781伙1至3房嘅戶型，主打2房，剛好趕上27年古洞站通車。重點係步行2分鐘就到古洞站，上低成本入場，享受到通車後嘅第一波漲幅，揀呢度就冇錯。另外就係恒基兆業，一共682伙。係準現樓狀態，主打就係一個快，預計今年9月就可以收樓。最後係新鴻基，係長期嘅王者級別，亦都係3個樓盤當中地段最好、體量最大、配套最完整。唯一缺點就係等待時間比較耐，要2028年先至完全成熟，適合唔急住入住、睇重長期保值、想要長期持有嘅朋友。古洞而家正喺歷史性嘅發展風口，擁有雙鐵匯聚以及3大龍頭發展商齊聚，無論係年輕專才、想快速入住嘅買家，定係睇重長遠價值嘅投資者，呢邊都會有啱你嘅合適選擇。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話，歡迎揾我利嘉閣先期查詢。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